再来关心民进党总统初选的民调，这个民进党总统初选民调已经进入第2天，总统蔡英文被人问到讲，有媒体公布这个民调，伊领先竞争的对手赖清德，伊也毋过蔡总统讲，伊袂使评论民调，国政依然是上个优先的代志。气象局呢也已经对真济关系发布好直播，蔡总统透早就到桃园去视察自主洪灾社区的地方池，当地里长阁送菜粿。 祝福蔡总统连任成功。有民众大声喊加油，气象局对真济县市发布好雨直播。蔡总统庆幸讲，这拢桃园观音视察自主洪灾社区的地方。最重要的还是民间的社团社区哦，能够自主的一起来做的话，发挥的效能是最大的哈。 这座地方池除了莲花甲鱼鸭，冒种菜粿，当地里长把菜粿送给蔡总统。刚好我们总统姓蔡，菜粿又叫丝瓜，丝瓜种在莲花田里面，丝就相连，刮目相看，就连任成功。我最喜欢吃就是丝瓜面线，好吃。 基层的民众拢收听，蔡总统嘛被问到有媒体公布民调，伊领先东来竞争对手赖清德。 在这个阶段不能评论民调的哦，还是聚焦在我们的国政。高雄市长韩国瑜唔知香港反送中游行，蔡总统清楚表达立场。他不了解不清楚是一回事了哈，不过我们的立场很清楚哦。那就是这个一国两制哦，是我们台湾人没有办法接受的。保护自由民主甲主权。 蔡总统再三强调，会当伫东来总统初选中再度为民进党出征。